走過347天，一葉靈安嘅靈安照護助理由面試、上堂、實習、督導、配對服務，佢哋終於走完一個又一個里程，今日得到嘉許。一葉靈安計劃培訓有心志於長者關懷工作嘅婦女、青少年、退休人士等等，學習靈安護理 Namaste Care 嘅模式，為晚期長者生命嘅最後一里路提供身心社靈嘅關懷，同公共衛生嘅核心理念相呼應，提升整體社會健康水平。因為父母都經歷咗唔同嘅病患，亦都有呢一個腦退化嘅症狀。照顧佢之餘，其實我亦都睇到未來嘅我可能係坐喺佢嗰個位，咁所以我亦都係希望即係透過呢個經驗，將呢一種咁樣嘅學習咧帶俾我嘅即係後輩。一葉靈安講嘅呢個過程咧，係分析得好細緻啦，喺心理嘅層面啦，同埋係尤其是個老人家方面同埋佢屋企人嘅照顧方面，兩個都係處理得好平衡同埋恰當咯。我哋嘅認知裏邊以前會以為咧，靈安就係過身啦，我先會做呢個服務。我原來唔係嘅喎，可以好早已經可以幫佢做定呢樣嘢。我哋學咗香薰啊，或者學咗啲按摩嘅，同佢傾下偈啊，同佢懷念下。我覺得對呢個老人家嚟講咧，都係好大嘅意義咯，俾一個尊榮同埋價值俾佢哋咯。今次課程涵蓋 BHL 靈安芳療第一級技能證書課程，一共30人報考並成功畢業，成功為自己增值，亦提升社會服務能力，促進社區福祉。咁我就用香薰同佢按摩之後呢，佢就話俾我聽，我隻手指真係鬆咗。咁我話你試下揸下隻筆，試下由一個小部分俾我睇。咁其實佢係得嘅，咁所以佢都開始好開心。因為我隻腳咧，即係話感應都比較差，咁樣佢哋同我捽隻腳啊，捽手，我都好舒服咯。特別我老公啊，佢就幫佢按摩嗰隻腳，即係立竿見影啊，即時消到腫喎，真係好好咯。兩位張姑娘都有細心，有耐性啊。按摩嗰隻腳咯，我覺得好舒服。感謝12間合作伙伴嘅支持，由招募有熱誠嘅參加者，到走訪佢哋喺大埔、沙田、馬鞍山、葵涌、觀塘、黃大仙、鑽石山、彩虹、油塘嘅日間長者中心、宿舍同埋家居等等，為佢哋嘅服務使用者進行小組或者個別靈安護理，提升社區健康。上一次大活動呢，咁佢哋咧就攞咗火鍋嚟做主題啦，咁樣樣，咁啊係真係拎咗一啲芫茜啊、皮蛋啊，令到佢哋即係嗰個感受會比較大一啲，即係可能要佢哋去剝咗嗰個皮蛋嘅殼啊，或者係要去好似摘菜，咁令到佢哋即係喺嗰個感官上邊比較豐富一啲咯，同埋佢哋會講返，即係可能佢真係諗起佢以前點樣去準備即係屋企嘅飯餸啊，佢哋嗰個記憶啊或者係情感啊都會比較豐富一啲咯。咁所以靈安助理佢哋可以嚟到我哋中心去做呢個服務咧，其實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大嘅幫助，佢都幫咗手。因為平時我哋中心好多時候，我哋都有活動去安排俾我哋長者，但係就人手方面真係缺乏啦。咁啊，好少機會可以做到咁多單獨嘅關心啊，同埋服務咁樣。咁所以呢一方面係幫咗我哋好多。佢哋個個都好用心，亦都係好有耐性去聽我哋長者嘅分享啦。亦都喺頭嗰幾次咧，佢哋用咗好長嘅時間咧去認識我哋嘅長者嘅背景啊，佢哋嘅喜好啊，或者佢哋嘅生活習慣。然後到即係第3、第4次到咧，佢哋就會即係按住佢哋嘅需要啊，或者佢哋嘅喜好咧去即係帶唔同嘅活動俾我哋嘅長者。例如有一次即係我哋嘅長者同佢哋分享佢係一個越南嘅華僑，學員聽到之後咧就話下一次咧就同佢哋整一啲嘅紫米卷一齊食，咁長者係非常之開心嘅，因為佢即係好耐冇食過呢個家鄉嘅食物，兼且呢個長者咧咁啱咧都接近差唔多要入院舍啦。心情學肯定好好多，而且見到佢都樂觀到好多，因為我哋兩個都唔出街，特別我係除咗覆診先落街做呢份工，我哋頻頻撲撲，佢哋都好辛苦嘅。
我都希望佢哋能夠繼續堅持為我哋服務啊！呢班靈安助理，我哋見到大家都係非常之有心，而且亦都係質素非常之好，所以我哋都好樂意。如果仲有機會佢哋係再嚟嘅話，我哋都好歡迎。喺現代公共衛生背景下，晚期照顧唔可以只依賴醫療機構，仲需要社會各方共同承擔。感謝香港交易所慈善基金同各友好夥伴嘅支持，與靈安照護助理攜手培育靈安晚期照顧文化，共建恩慈仁愛社區。或許衰老、死亡令人感到黑暗同絕望，但係一抹微笑、一次慶祝、一杯涼水，足以帶嚟平安同盼望。未來嘅一頁正等待我哋繼續譜寫。